安静心，在神的面前用祷告，用安静的灵，用诚实的心来敬拜他。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一起体会你与神的关系，你与神的应许，神要如何透过他的应许，来再次呼召我们的生命。邀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将我们的手机，或者是我们身边会影响我们聚会的东西，我们先将它放下，能够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如果在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能够将你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选择一个能够单纯好好的与神面对面的地方。好，我觉得这个敬拜，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也愿主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保守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敬拜当中，你都能够同等得到满满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生命，愿主你再次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神你的灵的感动当中，能够体会更多生命与主你相遇的时刻。主啊，恳求神帮助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活在当下，但我们却不知道自己当如何来走下去。恳求神赐给我们生命的道路，是在主你的亮光、主你的光照下，让我们更深的明白，我们生命当中有主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真理，作为我们生命真道的方向，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有智慧、有盼望、有喜乐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摆上，带到神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神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同等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丰丰盛盛生命的智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邀请你，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神很多时候每一天都在对我们说话，特别透过他的话语，他是要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去与神的话语能够相对遇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心去感受圣灵在我们当中所要对我们教导的话语。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生灵，叫我生命知道，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欢唱你的话，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生灵，叫我生命知道，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
需要，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这时候牧师要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把眼睛闭上。不管你对神你的认识有多少，但我期望你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求神圣灵来开你的眼，让你看见在你生命里面你需要如何向神求那新的生命。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新的生命，让他能够有能力继续为主而活。所以这个时候邀请你，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一起与神的对话当中，我希望你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更多的期望神的灵来充满你的心，让你的心能够愿意开口来赞美主，让你的心能够愿意开口来唱出神所喜悦的音符。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当我们将我们生命交在主你手中，我们晓得你的灵要再次对我们说话，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显明神的心意，我们更需要活出神的样式。但很多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惶恐、害怕，不晓得该如何向主你说我爱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更需要把我们的心敞开，在神你的话语里面，在神你的教导里面，在神你圣灵的感动里面，来活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与神的灵对遇的时候，是充满圣灵的感动与扶持，是充满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喜乐与盼望。求主你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着那丰盛永恒的祝福，是得着活水的泉源，是能够不断源源不绝的为主而活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恳求的祷告，呼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再一次从头一起来唱。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生灵，救我生命之道，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欢唱你的话，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开我的眼，使我看见，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欢唱你的话，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透过这首诗歌让我们了解，唯有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最好的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要跟神求，因为我们需要，但是我们不敢求。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主你的灵的感动，让我们在灵里面的充满，让我们在灵里面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需要主。求主你来引领我们生命的道路，开启我们的眼，
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不仅能够看见，也能够听见神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恳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用奉献的行动，一起来回应我们的上帝。我们透过奉献，为要能够荣耀神，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跟智慧。那我们就要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神也会喜悦我们的奉献。不管多少，但是我们愿意，就如同耶稣在面对他的门徒教导的功课，寡妇所奉献的是她生命所仅有的，但我们愿意，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懂得如何用奉献的行动来回应神。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奉献的诗歌。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与耶稣，我今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牧师每一次在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动。虽然每一个礼拜都是一样的话，可是你每一次在讲这些祷告这个我，子安帮我 PPT 每次我在看这些话我都会有很深的感动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造的，意思就是说，连我们要做的工作、产业。我都会想到乌克兰这些，他们是一个农业地非常大，他们现在都是在战争当中。那我就在想到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凡事都没有管理好的时候，我们是在战争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跟那些战争的难民一样所以他拥有赏赐跟收回的权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体会。当每一次我们奉献的时候，你有没有透过行动的奉献？你有没有透过你甘心乐意的奉献，
然后你去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的顺服跟委身。那个顺服跟委身是你能够愿意摆上的，所以摆上的奉献的生命是分别的生命哦，那不是随随便便的哦。好，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文哈。我相信奉献是为了要栽种丰收的种子，所以我一直常常跟我们同工的说，我们不要怕给予啊，我们不要怕怎么样掏钱去祝福一个人啊，因为当我们愿意把钱去栽种，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些恩典的时候，那你就有机会能够教导他的生命得着丰盛。所以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什么是实践基督？基督就是救我们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奉献的时候，你是要祝福一间教会，祝福有一个需要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金钱是因为我们从神得来的，给我们有能力，让我们可以去做奉献。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如果你没有交托，你的生命一定会告诉你，我干嘛这个钱要留着，对吗？所以主权交托出去是你顺服的，因为你知道这些是属神的。我愿意用管理的心、奉献的心意来奉献给主，求主按照你的信实怜悯。好，什么是信实？就是说相信上帝他是实实在在的神，他会怜悯我们，知道我们奉献出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不够哦。可是神怜悯我们，会赐福我们，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自己的生命，兼顾你的百姓。要奉献出来一定会不足嘛，不足了以后，我们一定会觉得好像空空的，不足怎么办？可是神会帮助我们，兼顾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文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在我们奉献的生命的祷告当中，牧师期待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在我们教会接下来我们下个礼拜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周，我们华语礼拜会暂停，那我们也会做小组的暂停的工作。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个活动就是长子的储备同工训练。那教会的长子同工大部分以往都是好像他必须要看起来好像有长老或执事的身份，好像有那个能力他才可以来参加什么训练，长子训练。那这一次我们的长子储备同工训练呢，牧师会期待包含美珍姐这个嘉欣张眼，如果你们都有回来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参与了，让你们学习了解，在教会里面长老跟执事他们实际上是做牧者，做教会核心同工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环。所以牧师非常鼓励各位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听，一起来参加。在12月21号，我们教会呢要做这个圣诞节的活动，在大桥里活动中心。这次我们跟南台教会结合，那这次活动内容非常丰富。那牧师期待你能够邀请你的同学朋友一起来参加。好，所以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学生你可以邀请你的同学一起来参加。我们应该大桥教会已经很久没有办，应该是从来没有办过在外场的活动。所以这次我们有很多部分，包含我们还有手作小朋友的手作活动，也是需要志工老师。所以请我们在1楼的地方我们有招待桌，有那个填写那个事工的分配。如果你愿意给交通组啦，那小朋友带点，还有饮料组的，就是说我们麦子小组，所以我们可以去做填写，让我们在统计事工的分配上能够很好运用那这是我们这个活动是用在大桥里活动中心。好，简单介绍啦，我们这次会有摆摊，2间教会呢大概负责看我们的摊位可能4到5个摊位，还有饮料啦，或者是茶水啦，或者是趣味竞赛啦，都可以的。先让大家稍微有一个认识。那我们期待这一次能够多接触这附近的弟兄姐妹朋友，让我们有机会，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了解，在我们大桥5街，还有在奇美医院对面有一间教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外展机会。虽然它的里面的内容可能跟我们的福音性质不会强化的太多，但是我觉得在活动当中，重要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建立的关系，需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出入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充满喜乐的。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配合那我们在2点到下午5点来做结束。
好，所以这个稍微让大家看一下就好哈。好，好，那我们在好，我们在10月6号有长子联谊会哈。这个如果你是现任的长子哈，那我们在10月6号我们有这个长子联谊会，也请你能够去报名参加。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是第2个部分哈。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讲上帝造的真智慧第1讲。是有关传道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第7节到第10节。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啦哈。教会里面实际上是需要融入很多的元素在里头。但是如果教会里头的信徒并没有真正去了解上帝所带给我们的福音所要给人的智慧，那么我们就跟一般的人在信奉的，不管是什么道教啦、什么教，都是一样的。他只不过去到那边求心安的，好。但是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当进入教会，一定要不仅融入教会，他还要熟悉在教会里头这一些内容。可能刚刚我们唱敬拜歌曲，好，还有包含奉献，还有包含招待啦，哈，很多方面都关系到教会的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上帝透过所罗门王的智慧，我们知道，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快速的了解一下。所罗门王在圣经里面《列王纪上》第4章里面提到，上帝赐给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哦。好，他超过他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埃及人，甚至他的智慧胜过万人哈。有这些当时候非常有名的人哈，还有他会作诗作曲，好。他还会讲有关世上的很多的事物的学问，好，那上帝赐给他很多智慧，包含很多国家都认为他很有智慧，所以我就在想现在全世界里面，你们觉得哪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是国王很有智慧？好，如果按照前阵子这个乌克兰刚战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想，这个总统好像还蛮有智慧的。很有胆量，好，我觉得他是真的很有智慧。为什么？他必须要在战争当中维持带领国家的国人经历了多久了？2年多了呢，不简单呢。那不仅是透过国际社会的关心呢，我觉得这个总统也是很有智慧，因为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人。可是我们不晓得圣经他到底在教导我们更重要的智慧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有谈到。我们有谈到，耶稣也曾经讲过。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上的一朵。其实人的智慧都非常有限，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觉得，即便他拥有智慧，能够取得世上的财富、荣华嘛，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他还不如这花上的一朵。所以我可以体会得到，人在这世上，即便你赚得世上许多的财富、能力，都不足以怎么样，还不如上帝创造的一朵花。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去探索生命的智慧、美丽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没有神的人生，一切都是什么？虚空的虚空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是唯有什么？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学习信靠神。你要学习信靠神，才能得到哦。这是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王所写下来，他是最极有权利我觉得他最有资格可以讲人的一生虚空的都是虚空嘛，对吗？因为他有智慧，他还有什么财富啊？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些话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他有讲到好名声胜过珍贵的香水。不是人不是为了赚名声，他讲的是名声是怎么样？是可以稍微在某一个时段，至少它是比香水怎么样？是长一点的。所以名声是什么？他讲到很多，从第2节到第6节，他谈到我们要去怎么样？我们要去了解生命的智慧，要透过关心去从那个商家五郎贵心里，意思就是说，要人去认识死亡的生命意义啊。所以从第2节到第6节，他特别谈到人死亡生命的意义。愚昧的人只会顾着享受，但是有智慧的人，他会去关心
死亡跟死者家属生命的关怀跟智慧。所以上个礼拜特别牧师有提到，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真正有智慧的人要看重死多过于看重生啊。好，简单来做个比喻，假设我今天我有10万块，那你就要想，这10万块哪一天我会不见？你不是想我这10万块我要马上怎么样去把它挥霍完掉？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种智慧是类似这种概念。很多人他会急着想要得到某种东西，可是他忘记，当他失去他现在所拥有的时候，他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他要懂得去重视。假如你的生命有一天，我们知道棺材里面装的是什么？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是死人啊！牧师在15年前，应该10年前，我在一间教会，那时候我在做青少年工作的牧者。当时候有一个我主任牧师告诉我说：“伟恩，你赶快去，好，某一天你去参加某一个小弟弟，他那个弟弟才2岁，还不到2岁，他出生后就很多疾病，然后妈妈就一直照顾他，找很多医生。然后那一次他邀请我去参加他的丧礼，要我去带领他，因为主任牧师没办法去。当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孩子非常小，然后他的妈妈哭得稀里哗啦，我的心里面很痛，因为我真正感受到所罗门王所讲的，人重视看到那个死亡的过程，我要如何从跟这个家人的关怀里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那时候牧师娘还是我女朋友，还没有结婚。我说：“春琪，我们一起去关心这个家庭。”我们时常去他家，然后他的心情你看得出来，没那么快。从年初到年末中秋节去烤肉的时候，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那种家庭里面的忧伤啊。所以我觉得人不懂得看待你自己生命的可能有一天死后的灵魂。如果灵魂是活的，它不会因为我们人肉体死了以后它不存在。如果它是活的，那你觉得你现在你活的当下，你要不要好好重视你的灵魂？你的灵魂要不要吃东西啊？要啊。你的灵魂如果每次都只是为了世上的事情在那边忙碌，可是你却忘记了你的灵魂需要神的话，需要神圣灵的引导，让你的灵魂能够帮助你这个生命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我觉得这个灵在你的生命里头就没有办法带来很大的效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好好重视死之后到底要做什么。所以现在就是很宝贵的时刻，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很少人去探索这个死亡的意义。但是牧师我们在关怀很多弟兄姐妹里面，我们真的体会很多。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传道书里面第7章第7节到第10节提到了4种试验，帮助我们继续探索另外一种智慧，叫做分辨智慧跟愚昧的行为跟态度有什么。很有趣哦。好，我们一起来读第8节他说什么？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好，这个怎么比喻呢？这个在里面他谈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简单叙述一下他的意思台语叫做恐吓取财啦，恐吓摕人的钱啊。贿赂是什么？贿赂代表的是什么？不是，这不是第一个啦。第一个我讲错第7节我们看错，我们先从第7节来。第7节我们一起念来：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心。这里面他讲到勒索跟贿赂，贿赂台语叫做蚵西啦，蚵西。这2个东西会扭曲一个智慧人的判断，会让他变得很愚昧。好，那他在谈什么意思？他在讲到说，假如说有一个人，曾经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小李他在一间公司，他担任的职位是一个中层的主管。那他工作非常的勤奋
他借着自己的努力哦，也有一番的成就哦。他也受到许多同事跟领导的信任。可是有一次哦，他突然间在他的工作当中犯了一个错误了。结果呢，他签署了一份含有错误的合同，好契约，而导致这个公司受到了损失。但是这个错误没有被人发现。几个月后呢，公司就开始调查，这笔钱怎么不见了？怎么不足？后来呢，在那当中，小李他有一个同事，好，我就把他叫做小强好了，好，不是那个蟑螂小强哈。这个小强呢，就注意到，这个小李哈，他好像有犯了这个错事，他引起的，他就提出对这个小李勒索，就跟他说，我知道你对公司做了某件事情，让公司亏损，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些回馈啊？是不是要来堵住我的嘴啊？在那当中，小李他就非常的挣扎、恐惧，他非常害怕，而且呢，他害怕这个错误被曝光。当时候对这个小强来讲，他的要求，请问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不好的，对不对？他不好。他开始怎么样？这个小李就开始失眠哦，他精神就压力非常大哦。他明白，如果他屈服了这个勒索的行为的小强，他的这个小强会不会要求更多？会不会？会。而且他的生活一定会被控制在这个勒索的环境里面。在经历过内心的那个挣扎之后，小李他决定，我不要再沉默了。他鼓起勇气，就向公司的人，这个资源部就告诉他们，坦白说我错了，这个错误是在我身上。而且他也解释了，就说这个小强我的这个同事他勒索我，这个公司就开始进行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错误是可以补救的。而这个小强的勒索的行为，对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害，就被解雇了。这个小李啊，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啊，他学习了，有没有面对？有没有？有，他面对，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故事让我体会到，很多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在被勒索的行为里面，我们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我们不是自己被影响哦，连别人，有些时候我们会去勒索别人，像有些时候我在勒索我的孩子啊，情勒啦。有没有听过情勒？我们带我的乔恩去上早疗课1个月都会跟这个社工师谈话，他就告诉我们你的孩子他现在的状况，那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孩子在家里面的状况，然后他就听一听我在讲话，在讲到牧师娘，他说乔恩爸爸你在情勒哦，我说好，对不起，情绪勒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勒索的行为反应里面，我们在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表面上，很多时候我们受到这种威胁的时候，从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要诚实，对不对？可是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有勇气。所以圣经里面说，勒索会使智慧人变为愚妄啊。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我们在勒索别人啊。所以很多时候，牧师蛮期待。你觉得你的信仰是好的吗？是不是？但是如果是好的，你会不会去情勒别人？有些时候会哦。我觉得信仰有些时候某个角度上有点像在情勒哦。但是如果对方你知道这个信仰对他来讲是好的，我们反而更应该要怎么样？用神该让我们学出来的生命福音的样式，怎么样？去祝福他。所以现在每次我只要看到牧师娘她的眼神，只要我跟她讲说你可以怎么做的时候，她只要一个眼神我就大概知道了我在情勒了，我在勒索了。所以我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不要变成一个愚妄的人。第二个，圣经里面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我记得有一次过去我的母亲她告诉我，她拿一笔钱要我拿去
祝福一些学生。之前我在台中的时候，我在带大学生，那我本身身边没有太多钱，那我本身又不是在教会，那我记得我的母亲她就会有时候一个月大概会给我塞几千块哈，2、3千块给我当一些零花，但是不是要给我用的，她会告诉我说：委员，这些钱不是要给你用的，是要让你在带大学生的时候，他们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去到台中工作念书，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条件有些时候是非常需要，你如果刚好带着他们一起去吃顿饭，跟他们聊信仰，分享生命，这笔钱就有价值了。可是当时候我记得每次只要我妈妈曾经偷过，因为我觉得这些学生花的东西都用的比我还好，可是我忘记我妈妈她讲那句话，其实她的意思是她要我去做陪伴。所以当时候事情的终局我看不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看的都是事情的起头对吗？起头我的母亲告诉我这个不好，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不可能。可是当我开始，我牧师有分享过，我曾经被诈骗几十万包含我所有积蓄都不见了。我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我是骄傲的，因为那一笔钱实际上是我母亲曾经要让我去帮助有需要的教会。所以如果我现在换个角度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事情的终局，很多时候在我们现在在看你是看不清楚的，你会认为你在帮上帝做重要的很公义的事情教会的钱，你以为你在帮教会帮上帝管理钱，把钱守住，可是实际上你并没有把钱用在对的地方。所以牧师一直很期待我们的教会一定要记得，生命的功课是要在逆境在困难当中要能够成长，还能够去祝福别人。好，所以呢我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它里面讲到说，有一名充满理想的大学生，他在毕业的时候，他对未来有非常多的期待，他渴望在他的职场里面能够快速的能够成长，而且赚钱，然后成为一间公司的管理阶层，然后能够领到很多钱。这个应该都大家蛮喜欢的我也会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在一个小部门，然后他开始担任基层的员工，那工作非常繁琐，然后毫无什么挑战性。他跟他所期待的那个工作生活差太远了。这个小伟呢，他感觉非常的沮丧，他就开始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份工作的决定，他觉得是一个错误，所以他对他未来是感觉非常的迷惘。这个小伟呢，他在中途当中，他虽然对他的工作非常的失望，可是他决定给自己一段时间来适应跟学习。这段期间里面呢，他开始积极的去学习新的技能，他开始跟这个很有经验的资深的同事请教，然后主动的去承担一些他额外的工作的责任。就是他原本可能工作是这一些工作，他还另外再去找更多的工作，让自己学习更多的技能。他的努力没有立即给他回报，他没有一样，他还是没有放弃，可是他选择的忍耐跟积极的面对。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段时间呢，小伟他学会了他如何管理压力，协调团队的工作，而且慢慢的让他的公司在内部里面，他产生了领导能力。所以曾经有人在问过我，问牧师问我说：委员，为什么你年纪我记得我在30几岁的时候，他30几岁，他说为什么你年纪好像轻轻的，感觉你好像40几岁的那个，我觉得你是在讲我老吗？其实他说不是，他是要讲的是说，为什么你的勇气跟那种经验呢，为什么会那么丰富啊？我就回想起，在我小时候，我的父亲他如何让我在那种环境下，很困难的环境下去面对。就像今天我刚刚讲的这个小伟，在他的面对工作当中，
他后来几年之后，他得到晋升哦，他成为一个小团队里面的主管哦，他就回顾哦，哇，原来在我的职场的旅程当中呢，他发现他一开始虽然没有光鲜亮丽，可是他最后的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他觉得他的成功不是来自于一个运气啊，而是在于他愿意忍耐、坚持、努力到最后。所以在座的年轻人哦，特别像钟南哦，还有嘉乐啦哦、嘉恩，我们年轻人真的，你们要不畏惧困难。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中秋节哈，刚好来教会，嘉乐不错哦，你的虱目鱼煎得很漂亮哦，哈，有成功了对不对？下次你你要怎么杀鱼呀哈，怎么煎鱼呀，都没有难得倒你的。而且你到你长大以后，你会永远记住牧师跟你分享的这个经验，还有很多的经验等着你去学习。你要存心忍耐，那个困难那个过程不容易，可是记得，如果你没有办法忍耐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去想，你的生命是否过于骄傲，而不允许任何其他新的事物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去看，眼光要看。要看的是事情的终局，而不是看的是事情的起头。起头可能非常困难，起头可能看起来没什么盼望，可是未来是有盼望的。所以钟南现在学贝斯会有感觉还没有很厉害，对不对？现在看到老师哈，你会觉得哦好厉害哦。再过一阵子，你只要努力的去学习，有一天你就说啊，这老师弹的我也会了。好，对啊，现在牧师弹的贝斯他都会了，他也差不多都会了。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好难哦，好厉害哦，好厉害哦。现在他都会了，所以那过程那就是过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几个如何忍耐的工作。第一个，很多时候人没办法忍耐，就会产生暴怒的心，脾气就不好。所以牧师也时常提醒我自己，当我在生气的时候啊，耐心不够，主啊赦免我。箴言14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好，还有另一段圣经节，加拉太书6章9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我们的生命也要不断的努力。好，牧师一直很期盼我们每一个人一直在神的话语里面，眼光不要浅短，眼光要看得更远。那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忍耐等候当中得到智慧的心。你就会发现很多等着你去突破的地方，就会接踵而来。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加的卓越。我觉得牧师不是要讲究一个叫成功神学，我要讲究的是人要能够懂得靠主得胜的力量，是必须要能够有足够忍耐的心，能够看见神所要我们看见的。好，第三个，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第7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所以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愤怒是愚昧人的特征啊。如果一个急躁的人容易失去理智的话，相对的，他会不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会吗？不会。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你就会知道他是在急躁的情绪下。最近我们泽恩我们老大泽恩他有一种习惯，他说他就会抱着，然后就会很痛苦，然后就会说讨厌，然后其实我就很难过，我难过不是他的行为，我难过的是他的行为是因为我们父母亲引起的，你懂吗？因为他前阵子有一段时间他不会，可是他最近开始有这样的行为，是我就开始检讨，是不是我们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听他讲，看看他内心的声音。我觉得现在国小的学生很辛苦，书包都比我们大概国中、高中的书包那么重，很辛苦。然后他每天都从早上7点多就出去，然后晚上还要去安亲班，因为他可能在学历上、可能在能力上有很多不足，所以我们就赶紧让他去做训练，让别的老师教。真的有点辛苦。但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我们时常用焦躁、恼怒的方式来做管教，
在那过程当中就看见孩子的改变，就让我们感觉要赶快去做收敛，因为我们是一个愚昧的人，所以求主赦免我们，帮助我们。那我记得我车祸的时候曾经发生车祸，只要撞到脑会伤到很多不同的神经呐。那伤到的地方大部分伤到脑都会有情绪的暴躁，所以那段时间我都时常跟我父母亲讲，我没有啦，我没有啦，我没事啊，你们乱讲啊。所以最近牧师也在想说，那个我们教会那个孟峰兄也要特别留意。真的最近我发现我们的这位弟兄，他的家庭他自己的生活里面有发生类似的状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恼怒当中，我们更需要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医治、恢复我们、帮助我们。好，所以圣经里面箴言15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学习温柔的讲话，那就比较不会情勒啦。那如果有一些感觉好像我们很急，也期待我们对方、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得着，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广阔的心，用神的心意，主啊，你的爱是期待他能够得着，那我们就站在一个同理的角度去跟他分享。你觉得为什么我想要让你知道这些？然后他一定说不知道。如果他说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那你想不想听看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在我生命里面，我体会到这一些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尝试看看。现在我不求你马上接受，但是我期待有一天，当你遇到的时候，你要想起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看，光要表达一件事情，还要形容的那么久那么多，那你就要想看看如果这些动作我们都没有做的时候，难道不就是情勒吗？难道不就是勒索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聪明人？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愚昧人在做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身边的人、生活会没有照着我们的心意在走，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非常好的智慧人的反应，要谨慎自己如何控制情绪。其实情绪不是说不能生气啦，而是你生气之后你有没有反应啊？你会不会道歉啊？你有没有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啊？所以我觉得那才是重点。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这次又这样，下次又来了。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好，最后我们今天最后一节第7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这句话常常应该是在我们老一辈的人蛮多的大部分老一辈的人都说我们以前如何如何如何。最近我也时常会跟我的孩子说，你们要不要跟着爸爸去练歌啊、唱歌啊、学唱歌啊，干嘛？以前爸爸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多好多好多好，然后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们感受不到。所以我就发现，圣经里面这句话真的呢很重要呢。以前我记得我在成长的过程，我的母亲时常都用这种。以前我较早，我较早生囝就爱这个工作，一边带孩子，然后还要工作呢。你们现在这样就叫辛苦，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没有同理心哦。我找到这段圣经节的时候，我说这个真的要好好教导学习。牧师不是说过去的环境这样不对，而是现在如果我们时常去讲过去的好，却忘记了我们该如何面对现在的你、现在的挑战、现在需要面对的，那才是大问题。所以如果你一直怀旧情节是在过去好的那一面，而忘记了你应该要面对现在的你，那个生命就不是一个聪明的智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有智慧，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成为神所喜悦有智慧的人。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生命如何做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我们晓得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心意来带着人，能够陪伴人，但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用我们的情绪，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取代神的心意。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每一次从你的话语，
我们就能够得着更丰盛、更有智慧、更晓得如何来走我们人生道路的方法。让我们找寻到这些方法，不仅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带出喜乐的盼望，也相信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能够走得越来越有喜乐，越来越有盼望，甚至得着神的喜悦。愿主你赐福我们的生命，也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殿，让你的教会能够让更多的人愿意从神你的话语来得着生命的真道。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得着生命的真理、生命的真道。我们所走的道路、所说的话语、所活出来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欢喜祝福的。谢谢你，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将你的教会、将荧光幕前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摆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美好的祝福，平安。